照顧者友善鄰舍可以由一個人、一班人，甚至一間公司開始。聯益漁村係一條位於三門仔路嘅教會村，我係呢條村嘅村長吳兆剛。喺1987年開始經營聯益士多，為村民提供糧油雜貨之餘，亦成為村民閒話家常嘅聚腳點。而家條村大約有200幾個居民，大部分都係長者，當中有以老護老，亦有幾個認知障礙症嘅患者。村長咧明白到照顧者係需要人哋幫手，所以咧揾咗我哋入村支援。我哋一開始都唔認識漁村裡面嘅村民，村長就會介紹一啲護老者去加入我哋嘅護老小組。佢亦會同埋一班退休長者去探訪一啲以老護老嘅家庭。條村有不同嘅活動俾我哋嘅村民參加，尤其是監顧有長者嘅家庭。我覺得聯益漁村係一個大家庭，有咩事大家都可以互相幫助。我喺士多擺放復康器材同護老者資訊，讓村入邊嘅護老者同長者更容易得到支援。透過大家嘅努力，為村民創造一個更安全嘅環境，生活得更加幸福。大家好，我係 Tony。喺2019年，我哋經新界西醫院聯網病人資源中心籌備咗一個互助組織，叫做老友俱樂部，希望將認知障礙症患者同照顧者當為朋友，喺一個輕鬆愉快嘅環境下互相支持。我外母都有認知障礙症，我明白照顧者係好辛苦。喺老友俱樂部嗰度，我聽到其他同路人嘅故事，帶俾我好大嘅支持。我見到我老公喺活動入邊積極參與，個人都變得好開朗，令我都放鬆咗。我哋會定期喺資源中心門口招募照顧者，通過定期嘅聚會，參加者能夠感受到互助小組嘅支持，而佢哋遇到嘅問題呢，我哋都可以商量一下點樣支援佢哋。睇到一班照顧者喺活動中得到幫助，令我覺得義工工作好有意義。我衷心希望有更多人一齊打造一個互相理解、彼此關懷又有愛嘅社區。太古集團紮根香港超過150年，重則漁涌嘅糖廠同船澳作為起點，始終堅守住一份工一個家嘅信念。唔單止提供工作，更希望為員工築起一個守望相助、有溫度嘅社區。秉承呢一種精神，於2001年成立太古地產愛心大使義工團隊。近年社會對照顧者嘅關注逐漸提升，太古地產聯同社會福利處舉辦照顧者茶座活動，喺我哋嘅辦公樓為照顧者提供一個喘息嘅空間。照顧者可以喺呢一度揾到同路人，互相分享、支持，唔再感到孤單同無助。今日帶埋我先生嚟參加呢個照顧者茶座嘅心情好輕鬆、好放鬆啊！真係對患者同埋照顧者都係非常好。另外，我哋嘅義工同 NGO 合辦咗一系列嘅心靈療癒活動，幫助公眾更深入理解照顧者講唔出口嘅壓力，鼓勵大家多啲關心身邊嘅照顧者。我哋亦夥拍超過20間機構喺我哋集團嘅地方做聯繫社區資源嘅展覽，讓照顧者知道其實心靈同實際方面都能夠獲得社會嘅支援，讓照顧者被看見。一個企業嘅社會價值唔單止係體現於經濟貢獻，更在於對社會帶嚟嘅正面影響。我哋會繼續善用公司嘅資源，籌劃適切嘅活動，同不同持份者營造一個更美好嘅香港。照顧者友善鄰舍，我哋大家可以一齊做，行多步，為佢打打氣，建立一個更友善、更關愛嘅社區。